俺哋今日又要讲故事了哦，而讲的那个故事，都夜莺，夜莺嘅客方用来讲，也好嘅，有一个国王，黑大黑，佢睇风景地背哦。那它的风景地背还有很大很大的树呢，也好嘅。它在树林里面，它可以唱出很美的声音哦。糖讲啊，后糖都有人。糖係會電木質啵，會叫出來嘅喲。因為啊，也是菜創到太好糖咧。啊，有一啲人吼，蠻耐去旅行嘅人，一路寫一本書，同樣嘅事情寫入去。國王看到以後，伊就想講，捱嘅書哪地度有安慰創國嘅嘅也好嘅，捱樣唔啲喏。故所吼，伊就問伊嘅帶下嘅官員，叫官員，伊呢，好，從來同佢一起。把这个压好嘅青转卵，从国外按后堂嘅压好嘅，它在哪里呀？压个压好嘅喺哪位？有啲小阿妹就讲，好，我带人一起，好，後來呢都糖到伊啲上，壓係冇？哦，厲害，用誒，合法嘅羊就係用，咁唔咩啊？唔係壓好嘅，好，過一起，先。哦，糖豆，呱呱呱呱呱，给迄嘛个啥？乖诶，个亲，糖豆，啾，按好糖个啥？如何压好个哦？青豆诶哦，青豆嘞。好，然后官员就去问这个压好个，刚你去个风景地背，从过一本国风糖好冇？答应过后呢，官员就带人压好个，去到风景嘞。國王去啊，明日就會糖一個壓好嘅創果位哦。伊講壓好嘅比較，伊就用一條絲線，吞一個壓好嘅腳，頭頂呢，國王一個僕人，一個使用人，kend頂呢，佢說安尼伊就唔會走誒。那壓好嘅會歡喜，會開心嗎？不開心。係壓好嘅就係非常嘅唔歡喜哦，伊就是有明日安尼創果誒。不過有一年呢，國王收到一隻禮物，收到一個禮物呢，竟然就係一個機器做嘅也好嘅，而咩會創過嘅哦。唔單止係呢，伊嘅櫃身呢吼，還有疊嘅幾多嘅寶石哦，金娜娜嘅，佢講哦，佢說國王明日哦都想去糖伊創過嘅嘢。啊，有一日呢，國王就想到，捱幾隻也好嘅呢，它不見了，伊去哪嘅？唔見佢咧。以比較嘞，那國王會想，我就糖以充國位啊，我就聽機器鳥充國位就好了啊。國王繼續糖機器調誒來充國位，不過有一年呢，一個調誒，唔會充國位嘅，而某天咧，伊快鐵咧，咁快鐵咧要用解釋咯，一個國王明日就糖唔到好糖嘅果實誒，身體因來因弱嘅，後來呢，伊就生病咧。生病嘅客方用嚟講，會平嘅咧，一路因來因順藥，冇做百家開，看到一個嗰種嘅死神喺伊嘅面頭前，我是不是快要死掉了？我還沒有死喺嘅，伊就當傷心嘛，結果伊糖到嘅果上，喺一個也好嘅鼻到進來，從嗰位本伊糖哦，結果王呢糖到一個果上，後來伊就。聽就好起來嘅，國王就問一個也好嘅，唔愛留下來麼？你要不要留下來？繼續從國外本愛糖？唔愛，伊講唔愛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也好嘅係屬於哪嘢？屬於哪裡的？大自然。大自然怎麼講？大自然。佢說也好嘅就同國王講，唔就本愛多轉去愛嘅山哪地度。係講唔想去創國嘅，就會俾多種來創國嘅本糖啊，樣好冇？後來國王就答應咧，也好嘅呢，就多轉去給書拿嚟。好，剛才呢，今日的故事就講到呀咯，我們今天故事就講到這咯。好糖冇？好糖。什麼？不是哈希。